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壁刀台语安尼写壁刀，华语的报桌台语就是壁刀。请到食饭，人客来了伤多，超过主人家的暗算，人客无位通坐，就是壁刀。伊的人面真快，交陪的朋友三教九流，带新妇的时阵，请到食饭，倒写办200道，竟然还阁壁刀。人面快就是空高，华语交友广阔。啊，若新妇、媳妇，台语安尼写新妇。请到食饭就是宴客、请客。啊，若倒声，就是办桌办几块桌，请客的数量。人面真快，带新妇请到食饭，按倒声请人客，也是壁刀。壁刀的壁，壁空，事情败露，代志壁空。壁开，华语是爆开。这个竹啊烧火烧甲壁开，啊若壁油就是炸油。阿嬷常常用肥猪肉来壁猪油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壁刀实在真趣味。